胸機。呢部機針對每個人唔同嘅身形調節座位同埋活動嘅範圍，並且會針對每個人嘅情況建議唔同嘅訓練強度。主要訓練嘅肌肉係胸肌，亦都對糖尿病同埋高血壓嘅治療同埋預防係有幫助。起始姿勢，坐喺座椅，背部同埋頭部緊靠喺器械嘅靠背上，挺胸收腹，目視前方，雙手緊握手把。操作步驟：雙手握住手把，保持手腕固定，用胸部去發力推向前方，肘關節唔好完全伸直，肩膀固定，唔好左右或者前後移動，保持挺胸收腹。喺前推嘅最頂點保持短暫停留，感受胸部肌肉嘅收縮。慢慢控制將手把返回到起始位置，大約為兩臂成一條直線時，再向前推。睇完片嘅你係咪都想健康啲、病少啲、開心啲？咁就要嚟屯門地區康健中心啦！